上集嘅情況持續咗幾個月之後，Seth 發現佢沉迷手機嘅程度已經好影響日常生活，同朋友嘅相處少咗，成績差咗，班主任仲揾埋家長添。最大問題係佢開始越嚟越唔開心，好似對咩都提唔起興趣，甚至連玩手機嘅快感都慢慢減退。於是佢終於下定決心要改變。搞唔掂啊！日日都好似好攰，咩都唔想做。明明玩手機就係想放鬆開心下，點解我好似越碌越煩，越碌越頹咁嘅？Seth 而家似乎終於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，等我哋睇下點樣幫佢。唉，我好似同本身嘅生活脫晒軌咁，依家唔拎起部手機，就好似周身唔自在咁。我真係改到咩？絕對冇問題嘅。其實我哋做每件事、改變每個習慣，都離唔開3個元素：分析、行動同回顧。第一步係知道自己玩手機嘅時間分佈、上癮嘅原因，對你造成咩影響，知己知彼先至百戰百勝啊嘛。吓？原來平均時長有成12個鐘？有冇咁誇張啊？我都唔覺嘅。你碌落去睇下，啲時間主要用咗喺邊？又點解會用咗咁多時間呢？有成7個幾鐘都喺呢個串流平台，3個鐘喺呢隻遊戲度。唉，其實我都唔想㗎，純粹有時一見到啲功課就好唔想做。好大壓力咁，想撳下手機，等我可以暫時唔使理佢哋。然後你就更加抗拒做功課，甚至每當遇到唔想處理嘅事，就會轉去玩手機，等自己可以暫時唔使俾啲嘢煩住，係咪？係嘅，但依家都解決唔到㗎啦。啲功課越積越多，壓力大到玩手機都玩得唔順啊！我可以點做啊？至少你有意識到問題，想嘗試做改變，咁就已經係成功嘅第一步啦。既然你都留意到自己玩手機係想短暫咁逃避現實，又會令自己越嚟越大壓力，同朋友、屋企人嘅關係疏遠，你可以試下每次都停低諗下，問下自己，今次拎起部電話嘅目的係啲咩呢？要先知道目的，先至可以用行動改善啊嘛。第二步係開始實際行動。首先，呢度有3種可以用嚟自我約束嘅策略，佢哋分別係空間、時間同分類策略。咁即係點啊？其實佢哋都係用相似嘅方法，直接限制我哋同手機嘅接觸。空間亦都即係實體策略，就係要求你同手機保持物理上嘅距離。例如，你可以試下將佢擺喺廳嘅櫃桶，等你難啲拎到。當你冇咁容易接觸到手機，一方面會減少你想玩嘅動機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令你減少因為衝動而引起嘅渴望。我做唔到啊！我好想出去攞返部電話啊！我淨係想玩5分鐘咋？唉，一個唔覺有半個鐘了。除咗實體策略，我哋仲可以加埋時間策略。打開手機嘅設定，限制使用手機嘅時間，又或者可以下載一啲自律軟件，再設定一個適合你自己嘅目標。呢個策略最重要嘅係循序漸進，例如一開始設定得8個鐘可用，慢慢再變成6個鐘，再到最終目標4個鐘咁。如果一開始就設定太難嘅目標，我哋好容易就會放棄㗎喇。成日都好想入密碼解除限制，不過又真係好似有啲用。我比起之前用少咗手機，耶！仲有一招就係分類策略啦。透過控制喺特定情景同咩人一齊先用手機，例如同屋企人食飯、同朋友打波嘅時候就放低電話，專心享受同人相處嘅時間。呢個方法就係另一個切入點啦，相對地冇咁依賴環境同外物。你試下練習喺想用手機嘅時候，重新將注意力放喺自己身上，留意下自己嘅感受。吓？咩意思啊？慢慢嚟，每次當你有想用手機嘅衝動嘅時候，就盡量試下忍耐一下。
唔使好耐㗎，等10秒先，留意下自己諗緊啲咩，試下可唔可以再堅持多1分鐘。慢慢呢種慾望就會變得冇咁強烈㗎啦。手機，我好想打機啊！唔係，我打機都係想開心下，但好似玩完又真係唔係咁開心喎。唉，算啦，忍一忍，過多陣先再玩啦。咁就做得幾好啦。不過做完之後，如果唔檢視返成效，就好容易會事倍功半㗎啦。所以最後一招就係回顧自己玩手機嘅習慣，尋找其他快樂嘅源頭，同定時檢視唔同策略嘅效用，並按需要調整，就好似做實驗咁。除咗記錄唔同策略嘅成效之外，留意下自己心態嘅改變都重要㗎。每次減少用電話之後，記得記錄埋自己嘅感受。放喺其他地方對我嚟講是 work 是唔 work， 但留意下每次用手機嘅時間同埋目的，又好似對我有啲幫助，至少唔會順手就玩咗幾個鐘。仲有啊，有時同啲 friend 吹水打波，反而仲開心啊！嗰2個鐘甚至冇睇過手機添啊！睇嚟你都揾到下一步嘅方向喎。有時增加下喺現實世界同人嘅連結都幾有幫助㗎。當你透過喺其他健康嘅形式得到快樂，自然地對手機嘅依賴就會減少。或者我最終想追求嘅都係快樂，但係繼續依賴手機其實帶唔到俾我呢種感覺。我諗我知自己想要啲咩啦。其實玩手機就正如享受美食一樣，有時我哋會唔覺越食越多，最後就會食到滯咗厭咗。唯有食適當份量嘅美食先可以令我哋好好享受。同樣地，我哋都要醒目啲咁平衡手機嘅使用，咁先可以既享受到玩手機嘅樂趣，同時又掌控到自己嘅生活。記住，唔係唔玩，而係要玩得適可而止。我就幫到你嚟呢度，剩低嘅路你要自己行啦。喂，差唔多半個月冇見你 online 喎，又隔幾日先覆我 send 俾你段片，搞咩啊你呢排？聽日有新賽季，一唔一齊玩？唔啦，我而家趕住踢波啊，聽朝仲要同屋企人食飯，都冇咩時間上線啦。吓？你之前唔係咁噶喎，部電話呢？你之前唔係無時無刻都拎住佢嘅咩？喺度啊，不過今日用手機嘅時間都差唔多夠啦，有機會再打啦。不如下個禮拜一齊揾日踢波咯。好啊，你再話我知幾時啦。